伊是一个记者，伊进来咧用电，啊，为个讲到对，记者一个有电的人内底有电，有电的人内底有电，有电的人内底有电，伊是一个记者，会当知影讲，我要当去做电这件代志。迄个电咧，真正技术，你知影你做啥咧？电术，我知影别人咧做啥咧？电是讲我知影你坐天文地理，我啥物拢捌透透咧，足巧咧。电是你先知影你家己咧做啥。你若家己毋知影你做啥，咱叫做电视。啊，你家己知影你咧做啥了，迄个除了你会知影你要哪去，你就你的辛苦啊。我就清楚啦，啊，清楚我就知影要哪做。所以替你来讲，较好。我这个讲咩啊？啊，人就好啦，啊，这好，他都是研究这个，有资料啊。你要讲公信力，咱来讲。公信力的地方是这，讲明机器拢是这。啊，公信力咧讲道理吼，因材施教。你应该观念，甲你讲较清；你应该低，甲你讲较清。因为你应该分到遐，甲你讲较清，你听。你应该做原来讲浅的，对你来讲浪费时间。你是大善人，啊用小善法努力，对一个大善人来讲，你浪费伊的时间；对一个小善人，你甲讲大善法，伊听落。所以叫做因材施教，看你应该到底，甲你讲到底。啊，干脆是应该做管，干脆是种地出来，你应该做管。通信你都在行，你看遮尔管的应该，干脆你人问伊，为什么干脆要问伊？干脆是应该做定位做管的人，啊，定位做管的人，为什么都问伊？啊，伊着做人做好就好啦，还得问伊啦？偏偏伊就问伊。所以空性，所以干脆做的问题，表示讲干脆是你爱知影你的意义，用啥去程度？啊，讲道理有初世比的，伊要爱知影讲到迄个描述啊，伊个描述对，伊要爱知影。伊是爱知影迄个处理，讲做人做好就好咧，好事就好咧。空性，我爱迄个干脆做，就是爱这个答案，啊，爱这个答案就好。啥唔知啊？其实干脆就是爱知影，伊到底伊精神。连空数也知影讲袂意思，我知影你咧，所以就会凊彩来用。你做这个应该的中心是安尼啦，安尼会对答。比如讲，自我天地互给我，啥物叫做天地互给叫做奇怪咧？啊，空性是听是迄个听人咧，听清楚。咱这人问题所咧用这个来回答，有当时啊听起来讲。空气你有可能知影吼，迄个人袂咧人有啥吼，而家咧有不对题哦，咱到底在想，应该袂啦吼，因为空气你咱知影伊性，应该咱袂当喺度玩。咱人唔知伊性，你今仔唔知讲空气你是性吼，然后空主来你讲即句话，你一定会讲空主你有不对题，人家来你问你，你煞用这个来回答，这个唔知讲空气，但迄个题到底啥物？客气就是方便处理，伊咧讲简单处理，咧来讲用的意思。第二点，伊的重点是对，叫做礼，三件礼。你看咱咧看礼是啥？礼就对人做礼貌啊，咱是讲就是哦，讲话安尼做礼做礼貌。一般咱咧看礼敢是？当然咧嘛是礼啦，咱袂当讲迄是礼，迄嘛是礼，但是迄种礼它都无够地道。无够真实啦，迄个无够真实，安尼讲无够真实啦，迄种是表面礼本无够真实。真正礼是节，礼节，伊的重点是节。啊，啥物叫做节？节是节较拄啊好叫做节。啊，讲啥物叫做拄啊好？咱讲重节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节就是重节。啊，要你要重节，你节业拄啊好内底要有重，你内底要有重。你无中道，你无可能这较多。你个5、10你也会这较多。哪来讲是？你无中这里内底，你安怎这个就啊袂拄好就无效的。所以讲，新人咧人问人的时阵，伊用讲客气方面，你回讲我照对你自己来，你有下礼无？你有下中节无？你有下中道无？伊咧讲别的，伊无咧讲比外口，伊无咧讲比表面，伊讲比迄个人就是。
中正，中正就拄拄好，拄拄好做歹讲嘛，啥物叫拄拄好？你个拄拄好，含摆拄拄好，你二年你拄拄好，伊二年拄拄好，伊是真正拄拄好，啥物人会看过？你的自信会看过？拄拄好是你的自信，所以咱的自信也袂信吼，你哪做拢是拄拄好。你的自信也足公平吼，足存在足活的吼，你家己足清楚，我讲你做啥拢拄好，喜怒哀乐拢拄好。所以讲啊，迄个中庸讲的讲，喜怒哀乐之味法有其中，法义界中者有其中。你喜怒哀乐你法界中者有其中，啊，啥物叫中者？你内底要有。我安尼譬如讲咱咧讲，还食我好，是不是安尼啊？梦想要梦想饱，我说到好上咧决定，你也不是咧决定，我讲你也不是咧甲你讲，我好，是啊，是不是安尼啊？上面人咧决定啊，你也不是咧决定啊，所以拄拄好你家己知，这是拄好好吧？但是咱人讲是中国，你若去吃到饱，你也要那讲。我开一千块啊，但是人已经甲你讲啊，你也不是甲你讲啊，食到这拄好，但是你硬要讲会甲家己讲哦，嗨，我若食到这拄好啊，我会讲我惊了济哦，我开一千块，我食安尼尔算了，我要搁继续食，所以若这伊若推若这已经超过啊，食到尾会安那你敢知？哦，真我讲我迄个当然会知，咱已经甲你讲拄好了，你搁继续食。到尾啊，到哪有咧爱？开到了艰苦啊，开到咧爱啦。啊，因为咱若甘愿啊，我开一千块以后，我有啥物要来食一点仔呢？我有啥物拿骗倒转来？你外无啥你敢知？咱吃到饱袂当包顿咧。你若捌去吃到饱的餐厅食饭嘛，伊要互你包无？咱若要包，大家讲要吃到饱，我有一个包啊，无呢，吃到饱是你伫遐吃，你袂当拿包。啊，来当包等于我迄讲要一万块，我嘛刚好。我话你包一个月，阮兜的菜钱拢有啊，我跟你话你包等，啊未包等你就等于放伫你的包兜，啊放伫你的包兜，你就一两万块嘛，你就做艰苦啊，你叫你中钱，中钱你家己知。所以咱人的佛性吼，你若对的你就中钱，你佛性若歹信吼，你做啥拢袂中。所以讲信你咧当，我啊刚刚做咧问题咯，讲信你看伊安那一点，你安那答题，你咧见就是对了。若无清净吼，讲见好死就好啦。啊，讲危险，你做表面的呢，表面内底有做点像，是的哦。你去看这土地啦，天哪！你哪你放到背后各处那有一天你来当回光返照，你到家里的重体吼，你天哪就不会动。啊，这个天哪不一样，咱免来解释。天哪规定是，天哪，今日人讲来规我，伊是我有言嘛，你想哪有可能？讲信任是信任，哪有可能天哪今日人讲规定？我大多讲的都有人要去干嘛？爱讲规定，哦，规定规方不能差无啊，规定规方边啊，哪有可能规定？无可能啊！啊，当然我是咱有德行，较侪人会来对人，迄会惊。咱必须教啊！大部分人拢会来为咱讲这个代志不做，但是讲信任，但你讲天哪规定是绝对的哦，我偏哪天哪，其实对啊，规定有意义，真正规定是你家己，你去到对拢面，咱叫做天哪规定。你伫台湾人，你伫美国人，你伫对拢面啊，你伫天津啊，你伫地府啊。我去到地府界面，去到地府南是面，地藏菩萨去到地府就是地藏菩萨。但是咱敢有可能讲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去到地府就好变鬼魂，无可能嘛。地藏吼，那迄个地藏菩萨咧去到地府就是去到对拢面，咱若面你去到对拢面啊，天哪拢面。所以甲人讲规定有意哦，规定你身躯哦，你的身躯若清净，去到对拢清净，你的身躯若面。到这种不是这样，你不然你讲你外口，而你若讲你外口，
你绝对会。到底你看你外口绝对会，到底你若了解自己来我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咱今仔使用真理对的。你若无知，你家己出来拢毋是真正理，是是而非。那你时间搞到嘛？我发现时间到点迟到，我来阅读到10点，那个第三行，你要叫自己建立个讲师，另外一些。讲师慈悲，全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一个。